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欢迎你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在我们这一个单集当中，我这一次要为你访问到的是徐哲伟先生，创作歌手徐哲伟，很多人对他的认识还有更多是他是很棒的主持人。然后呢，他其实最近发行了全新的客家创作专辑哦。之前如果你有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之前曾经他在上一张专辑的时候，我透过线上访问他哦。当时我们一录就录了2集，在线上直接聊开来了哈，因为在线上聊就很像讲电话，你知道吗？就很开心，就聊着聊着，然后就会讲不完的话这样子哈。那这一次呢，哲伟带来全新专辑，我一听到专辑的时候，我就吓了一跳，我就跟哲伟说：“你是在做那个徐哲伟有声书吗？”哈，因为他的专辑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巧思。那关于哲伟呢，我算是他看着我长大。我没有骗你，因为我小时候呢10几岁在那个木船民歌餐厅听歌的时候，上面演唱的就是哲伟。然后呢，甚至于那时候我帮萧煌奇伴奏啊，参加那个木船民歌大赛，然后呢，舞台上主持的也是哲伟。对，所以他算是看着我长大的这样齁。以前就在台下听他唱歌，那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常常会在不同的场域里面在后台相遇，或者他就是台上的主持人，我是表演人齁。那听哲伟的歌，一听到他的新专辑一出现齁，就会充满了期待，会很想要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一听真的是觉得哇，太用心了这样齁。好，那我废话不多说，我们这一集来听哲伟的故事。我跟哲伟刚先喝咖啡啦，然后我就一进门就跟他说，哲伟这一张专辑是徐哲伟有声书。因为一开始听是这是在做剧场吗？然后一听哎呦，然后我们这位先生绝了，很敢哦，唱山歌来是吗？你唱山歌包袱很重呢。哇，俊杰好，你每次一开场我就会想要哭，跟有一种鸡皮疙瘩掉满地。为什么？因为我都觉得你是准备好了，就好像我自己在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没有那么完全的准备好，我只是有概念。然后你一讲到山歌，我们就切入重点，因为山歌一直是我想做，但是我不敢做，因为它太难了。然后因为俊杰懂嘛，山歌客家3大调嘛。对，而且因为你唱山歌，很多祖先在那里，对，说什么？而且我又选了山歌3大调里面最难的老山歌，所以我有很多不一样的压力跟包袱。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我大概这首歌我练了快2个月吧，自己就这样哦，7言绝句，4句我练了很久。然后我当然成品出来之后，我还是很害怕，然后我碰到年轻的戏曲客家戏曲的主持人，他很专业，他从小唱的，国小6年就唱到现在，20-30岁。我问他，跟我再去问那个长辈，真的唱山歌，就是大概60-70岁的长辈，我很想要知道不同世代的人听我唱这什么感觉。我先说年轻的好不好？年轻人就说这个歌，我觉得你的山歌真的唱得很好，这很像小学生在得到老师的鼓励。他说：“我觉得你这个山歌唱得很好。”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因为我从小就是科班，这些歌在我的生命里，我现在一唱就已经是练家子，但是我找不到哲伟哥这种初唱山歌的 pure。”哇！他说：“这歌你这个山歌我唱不来了，因为我已经找不到你那个很纯粹、很诚恳的声音跟谦声。”哇！我觉得我被鼓励了。然后另外我害怕就是我去问那个长辈就是山歌的评审老师，我说：“老师，秀凤老师，我说老师，你不要因为我们很熟，或者说你是我学姐，她是我国中学姐，你唱山歌唱了至少40年了，你可以就你就是山歌老师的身份来指正我。”他说
学弟，我不是因为你是我学弟，我也不是因为你是徐哲伟，我更不是因为我是什么山歌老师。他说你忘了吗？山歌最早就是情感的传递，那它本来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山歌好玩就是你随时随地，比如说我跟俊杰在讲话，我就可以唱山歌了。他说你要想，如果你唱出来的东西是别人听得懂，又可以感动别人的，那就是好听。哇！我当下听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然后我后来我在专辑要做完的时候，我真正融会贯通，我把它摆在一开场，我就要告诉大家说，我现在唱的山歌是我这一辈的山歌，就是我自己在从小到大，我奶奶唱山歌，我的国中校长教我们全校唱山歌，那是我生命中的山歌，所以我唱出来了。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之外，我觉得我做到了，因为山歌太难唱，它是固定调。我听的时候啊，一出现第一首就是山歌，我想但我听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胆敢把山歌放在第一首，就叫做下定决心了。对，你懂了，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把它摆在哪里，然后我就边好奇那这个人山歌后他要发生什么事？然后嘞，我以为会是很合理的，会再来一个类似。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很传统的桃花开对，或者有古调，然后加入新歌，有没有？可能也许然后变成 New Age 或什么，对不对？对，我没有，就他不是，自己说，我马上就递了一张名片告诉你我是谁，我是想太多先生，我就做了一个洗脑歌，我做了一个一样跟上张专辑一样有一个复古的舞曲，叫做想太多先生，想太多先生，我就是唱山歌是我小时候听奶奶就唱的，那是我协议中我萃取出来我自己这一辈的。想太多先生就是我再一次郑重的介绍你我自己，我是徐哲伟，我也是想太多先生，里面写的就是我自己。山歌这一趴短短的啦然后想太多先生，我要做一个有趣的实验给大家我要让你连2首一起听，因为这个很有趣，就是跟你会想说那个颜色会长怎样，对不对？拍谁他就没有照着我们想象的，可能然后山歌完，然后再应该这样子那样子。我让你连2首一起听的，我再跟哲伟聊。好。心开那，散发滋味啊，莫搭台那，笑看年华，随人路那，回头哟。全为爱欣赏你愛去哪位，頭前出行唔係就可以，上去上轉又變來變去。愛用辦公你站外地，欣賞你愛去哪位，容易見面還愛看天氣，算來算去用辦上順氣，莫見面大家都歡喜。欣賞你愛去哪位，愛用辦公你站外地，欣賞你愛去哪位，愛用辦公你站外地。上鐵道線上了解東道土里，強迫照顧披薩唔記得自家上司檢聽，
上是随意。胸贴都欣赏莫个加镇定，粗心太易没有一种魅力，会动想你，会动生气。欣赏你爱去哪里，头前侧行起出可以，上去上转又变来变去，爱用办公你站外地。欣赏你爱去哪里，爱用办公你站外地。欣赏你爱去哪里，爱用办公你站外地。兄弟都欣赏，嘿爱美丽。兄弟都欣赏，就嘿爱容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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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你爱去哪里，爱用办公你站外地。欣赏你爱去哪里，爱用办公你站外地。专辑名称讲一下，叫做艳放60，烟风60。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说，我先问你，你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我就不知道啊。你刚刚，你不要跟我客气，自己人，很多人都直接问我说：“这个60，你是60岁了吗？”我说：“是啊，快接近了。”我以前就说，我这次做专辑的这1年当中，我改变了很多事情。譬如说，我以前戴眼镜，大家都觉得造型啊，我出去也是说造型，可是实际上是要掩盖我的没有自信跟害怕。那今年我脱掉了，我想要做一些小小的改变，让大家发现我有在做改变。然后，因为人到了一定年纪要改变很难嘛，很难。所以以前我不敢说我快要60岁了，可是我觉得那又怎么样？我觉得我很认真努力面对每个数字，那它只是一个数字。那真正背后的意义是，艳放是我跟制作人创的词，它就是艳丽奔放。对，那这张专辑整个的概念是说，我想要讲1960年，那时候很多的客语啊，因为我住客家村嘛，那我有经历过啊，不可以说客语，不可以讲方言。你们那时候也不能讲客语？不行，我们在村子里不能讲吗？可以，在学校不能讲，不能讲。我在讲那个1960年代那个禁锢母语的那个年代，一直到2024年这60年来，客语的变化转变。你看，尤其这几年，我们看到客语有太多不一样类型。我就讲音乐就好了，文化更不用讲嘛。那这张专辑有一些部分是想要致敬这60年来的前辈他们的努力，我也想要鼓励后辈。就是告诉你，我刚好在中间嘛，然后有一种致敬的感觉，跟鼓励后辈的感觉。那这60年来，我们看到特别在音乐上面的艳丽奔放，所以我把这张专辑取名叫做《艳放60》。客语歌的那种百家争鸣真的是很刺激哦。对啊，很刺激，真的很刺激。就你可以听到乐团，对不对？你可以听到爵士。你可以听到现在的 low five， 也可以我上一张专辑做的，也可以听到童谣，就是各式各样的，还有一些可能跨界的合作。那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前人的努力，所以这60年来我们可以艳丽绽放。我也希望透过我一张专辑啦，当然说不完，但是我希望有一些概念，譬如说从山歌开始唱起，山歌对我来讲很重要，一直到最后一首歌，我自己新创的山歌前后呼应，那中间还是有很多我自己的部分，就是我想要让这些歌听歌的人更贴近我内心想要说什么，而且你特别去讲融合这件事情，对，你是什么 moment 你突然决定去讨论融合这一题？那因为我本来天空落水是应该说，我这张专辑我本来就设定好，我要找至少1首或2首歌是我们
大家耳熟能详，甚至连不是客家人都会唱的。那其实在这过程中太痛苦了，因为不管谢宇威，不管关杰、关灵芝，很多人都会唱很多很好听的客家歌谣。最后呢，制作人很大胆的说，我们就是要挑一首大家翻唱到不行，然后他已经有很可怕的位置，譬如说俊杰，你不是客家人，我如果唱天公啊，你就会接，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一开始的压力太大了，我想太多了，所以制作人说你不要想太多，我们就来做，他就在网络上找了一个几个 sampling， 然后找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人，黄金，我说他的那个国乐编曲我很喜欢他做佛教音乐什么的，然后我就拜托他帮我引荐，可是我没有看过他人，完全不知道他是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做天空落水。好，第一版做完之后，我唱完了，我觉得我少了什么东西，我说不出来，我完全说不出来，然后我就跟子祥制作人开始去读一些历史，读我客家的历史啊，我想起来了，我就知道说，我父执辈，我奶奶那一辈都会说你不可以娶那个闽南媳妇哦，那我一些闽南的朋友会说，你不可以嫁你不可以嫁给客家人，因为客家人很辛苦，好，然后我们这边会觉得闽南人怎样的，可是我就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我就去科普啊，原来16、17世纪闽客冲突的非常严重，然后那个时候闽客械斗是为了争地啊、争食物啊什么的，我就想说，如果我把天空落水赋予它新的生命、新的意义，这60年来不只是族群融合。我在音乐上去讲融合这件事是蛮好的，问题就来咯，那我只唱天空落水，这样怎么能说族群融合？没有意义啊，说故事。我就在想说，天空落水如果要对比闽南歌、台语歌，有什么歌是这样天空落水一唱大家就会唱的？我马上就想到 TOO， 对，然后它是不是也很像天空落水的意象？然后我就制作人快被我搞死了。我说子祥，我们来玩这个好不好？我们让音乐就是讲族群融合，我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我前面唱天空落水，我后面呢有个 TOO 贝了后衔接起来，然后我再把它 mix 在一起。这种我最喜欢玩的就是2种不同语言的歌融合在一起。他一开始有点犹豫，他说：“哈，这样会不会打？”我说：“没事，我现在练就是试给你听。”我还把2首歌怎么唱给他听，就用吉他弹给他唱。对，我就唱给他听，然后我一边播嘛，譬如播我原本的天空落水，我就唱 TOO 唱进去。他说：“好像可以。”我说：“那我们跟编曲讲一下，我们来看怎么玩。”没想到就玩出来了。然后本来我也没有要有口白讲故事的部分，是我跟子祥说，我这样子好像我不是每个人在听歌的时候都懂我讲什么，不如我自己是 DJ 啊，谁说专辑里不能够讲话？因为我觉得我的声音可以陪大家这么多年，我相信有它的存在的必要跟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找了我自己跟我同事 DJ Eva，还有他讲华语嘛，我讲客语，还有他讲台语。然后呢，俊杰听了一定说：“哇，这台语讲得不好。”不是我倒不是想这个事。你说，我本来是比较期待，我一听，我以为就会那个女生可能讲到底啊。没有。然后呢，我一听到哲伟的声音的时候，我就突然又有另外一个想法。真的吗？徐哲伟你不要跟你讲的就好啊嘛。黑不讲，你知道那不一样吗？就是说我如果自己都讲的话，他没有那个。我自己会觉得声音也有像唱歌一样有层次感。我如果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声音出来，而且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Eva 呢，他是云林人，他到台北念书打拼，他台语都快忘记了。然后他因为这件事情，我说你回去，他就回去请教他爸爸啦、阿伯啦、阿姐。我说你给我认真把台语找回来。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吗？因为客家也是这样。你知道有多少客家人到了台北以后，完全忘记自己讲什么，然后现在要再捡回来的时候讲的有点不正。那我其实摆在这里有他的用意。其实有很多人会说，你那个女生有几句歪题。我说我就是要那个歪调。我说你自己想想看，你讲客语是不是歪调？你是不是也是都忘记怎么讲台语了？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我要讲的就也是融合这件事啊，就是不只是客语嘛，台语也有这个问题吧？对，所以我就把它摆进去了。其实我很满意，因为有那一段讲话，还有前面的intro也是我要求，我真的制作人会被我搞死。我说，
这个3首歌要听在一起，你让中间前后你要卡一个，它很像一整张专辑的骨架，你知道吗？天空落水，它撑住了，所以你前面要有个音错，你要给我一个譬如说传统跟流行的结合，我们来讲，反正这一段我就是要讲融合这件事，不管是歌曲，不管是语言，不管是族群，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3部曲。我如果不告诉大家哈，我单纯放歌给你听，你会以为这是剧场配乐。俊杰，我要哭了！我真的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就像我去看俊杰，譬如说俊杰，我们去看那个什么，在那时候，对，然后就好像每一场戏要出场前，不管是乐手也好，不管是灯光也好，他要告诉你，你目光要集中在舞台咯，我会给你讲故事啊，就是这个感觉。我一样让大家，你这也很难得有这种经验的哈。我让你从 intro 开始听，然后听到天空落水。18、19世纪的100年间，在台湾的汉人族群中，福建省闽南人与广东省客家人时常有械斗，在族群间有着文化差异，时常因为水源、土地、建庙信仰而发生斗争。过去咱拢无能力改变，因为无了解，因为想要活下去，所以选择伤害对方的方式，保护自己，保护家园。现在有天公的庇佑，乌云搭着的黑暗天总会过去，大摆落的大雨滋养这片土地，一届搁一届的循环，冲淡纠纷甲矛盾，牵手合作，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甲做伙的日子。过去你都无能力改变，因为无了解，因为想要生活下去，故所选择伤害对方的方式，保护自家，保护家人。你还有天公的庇佑，乌云肯定的黑暗天总会过去，大白落的太阳滋养了一片土地，一百又一百个循环冲淡了严肃还有矛盾，牵手合作，创造更加美好、幸福、融合的日子。天公啊，落水哟，阿妹哟，来电错莫来到下水边，
汗水也亲又亲，两个菜在水中手来手去。天公啊，落水呀，天公啊，落水呀。天公啊，落水哟，阿妹哟，带点草木来到汗水边，汗水呀亲又亲，两个菜在水中手来手去，天黑黑要落雨。天公啊，落水呀，阿妹呀，带点草木来到汗水边，汗水呀亲又亲，两个菜在水中手来手去，天黑黑要落雨。天公啊，落水哟，天公啊，落水哟，天黑黑要落雨，天黑黑要落雨，天公啊，落水哟，天公啊，落水哟。好，重点来了哈。我听完了以后，我就想啊，这个人3月28号开演唱会嘛，对不对？对，等一下，我们先演唱会是3月8，我等一下会再提醒大家。我那页也有了哈，大家你都看得到3月8。重点是，请问一下，你演唱会要演这些曲子的话，是你这种编制要怎么办？你要找一个扬琴来哦。我跟你说，本来我自己也想很多，因为我这个编制要太大了，对，所以我必须要先坦诚，就是说我真的没有钱可以找这么对，我就想说多乐手，因为我真的很想要找整个国乐团，可是因为当然一方面没有钱了，一方面场地。他真的容不下。那后来我跟这个音乐就是演唱会制作人聊的之后，他说这个歌其实你唱现场是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 CD 就留在 CD 专辑里面，现场我们唱出不一样的感觉。就像俊杰那天去听《桃花正开》，他其实也是做 live 的感觉，就是很不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唱起来，一开始练团是不太习惯，后来我觉得哇，这歌有不一样的味道出现了。因为我跟哲伟有讨论过嘛，对，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么想要自己的表演有太多 program， 对，所以我就想，那你要干嘛？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我这次还是有给 program， 因为有些东西还是需要 program， 因为子祥他就是年轻人嘛。那我这次就有拜托我们的乐手老师，因为跟一凡同个乐手老师同一组人，那他们真的很用心啦。然后我很感谢他们，他们现在正在认真的看要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那我其实我自己的演唱会的骨架什么我都给他们了，就是我要怎么做都给他们，只是说因为我很信任老师，因为每位老师都很强。俊杰那天听应该就知道了哈，因为他们有些都是很专业，比如江美琪的乐手或谁的乐手，那我就觉得没关系，我就放心交给他们，因为你也知道我是想太多先生。他们两个，他跟一凡两个人算是穷人家，很会算，互相当彼此的来宾，这样就结了。真的，但是一凡没有办法当你的主持人哇，那天我很感谢那天就是让我
自己的主持魂爆发。大家如果那天有去看，没有去看的，我就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因为那天在最后的时候，易凡不知道，就是弟弟跟全家要给他生日惊喜。那我太了解易凡，他就是很难感动，他很不喜欢人家给他这个，你也懂的嘛，他很 man 的，然后他就会说干嘛？对啦，你很烦，对，他说你们很烦呢，可是他还是很感动，因为那天看到爸爸又哭，然后弟弟呢也泛泪了，然后就，而且你也知道弟弟就已经没有话可以讲，你知道我因为我看我不知道你在楼上嘛，因为我在那个后面的地方，你知道。第一排的人都看到我右脚一直在那边踩楼梯，一直想上去。后来我算，我还是上去好了。我也是他们家人，因为这个不救场不行啊。对，就那天大家印象深刻是我救场。对，没错。就要救场比上去唱歌还精彩。对，因为底下大家已经可以尴尬，你知道吗？然后易伟不知道他讲什么，我想不行，我现在要救场，我要救场。他已经没梗了，那个易凡已经开始在念所有的朋友名单了。包含厂商，然后全部怎么一连串都吃的，对，你也知道，对，一串都吃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蛮好的，至少那天大家在的状况，除了听歌之外是自在的，而且很难得，我们下午开唱，好可怕，他结束跟我说，我发誓我再也不要下午开唱，好累啊，可是他唱得很好啊，他唱得很好，对啊，我来跟他说，你越老唱歌越感人，越老。他就说你很贱哎，对，哲伟的演唱会是在3月28号，礼拜五晚上8点在西门河岸留言。对，我们现在正在预售票当中，谢谢大家。你要告诉大家去哪里买票哦，对，到 KKTix 或到哲伟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双人徐哲学的哲，纬度的纬，好吗？我会一直轰炸大家。但我们有个条件，好不好？是不可以唱的比魏凡短。好，这对你来说应该没问题吧？你知道，因为我这次演唱会我有点意外，因为我发现我这几年不只是过去的华语或台语的创作，然后我其实可以创作好多我现在挑歌有点难度，因为除了我自己专辑的歌，你知道我自己那个巨姐知道吗？这2张专辑很多的故事都可以说，对，这还不包含我过去7年。台北市客委会都做那个田调，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不应该是说从书店开始，7年的作品，我总共10几首歌，我都还没有算进去，所以你还没排这些，我都没有排，我无法排，那我就心安了，我就不能这样，一定不会比一凡短。然后那天，我现在很痛苦，就是我在选歌上面有点难度，因为这次艳放青春演唱会，就是我有很多可能过去俊也知道嘛，我唱民歌的一些粉丝，他们现在都爸爸妈妈了，他们都要带着儿子女儿来，有些儿子女儿还在听我的歌，所以我有一部分可能也要跟这些要送给这些歌迷的主曲，对啊，让我们回忆一下，是不是要让我们感动一下？对，所以我这次就是想做很多啦，但我也很希望说这一场大家来之外，我自己希望后面还是有机会，譬如说再办小一点的专场，我可以好好的更仔细的聊我母语专辑里面的作品这样子。我一定要跟大家说，30年前，我也是坐在台下。然后那个送上牛排那么，然后听着徐哲伟在上面唱歌的其中一位，对，而且那个以前有一个叫木船民歌比赛，每次我们去比赛，他就当主持人，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俊姐就很会唱歌啦。我们这样子算起来认识很久，我们认识很久啊，很可怕啊，我们认识很可怕你还是乐团的时候啊，我们认识超过30，超过了，对，超过了，我都觉得啊，我也是看着俊姐这样一路走来，他看我长大的哦。对，我是看的，不是他看我，我看他。而且那天演唱会结束很好笑，有一些我不认识，可能是易凡的粉丝，我在门口嘛，好像你要离开打招呼前那一趴，有2个女生就特地跑来跟我拍照，我不认识，我说谢谢，他说这跟你的那个歌好好听哦，我没有听过这样的客家歌，那我就觉得很鼓励。你知道他后来问我什么吗？他说他就这样靠很近啊，你真的要60岁了？我说对。因为我在台上说对，我快60岁了，他说你好可怕，你快60岁。我说对，我是真的。对，哲伟的专辑里面有一首很像独立出来的歌，这是一首国语歌。对，
你要不要讲一下这个事？好啊，这首歌叫《My Color Superman》，大家已经因为它是2024年我唯一发的一次单曲，华语单曲。那大家会觉得，这首歌不就第一张有叫 Superman 吗？我说对，因为这次这张专辑呢，我等于是因为我第一张做的很前面 ，Trending， 我想要后面拉回来一点点，有很多东西是回到我内心，回到最初那个初衷，所以大家一定不晓得 Superman 它最一开始的原型就是华语。那这一次呢，我把它摆在中间，有点 A/B 面的感觉，我想要隔开我想说话的东西。然后这首歌是很特别，在2024年，就是台北市政府邀我当这个双层巴士的导览员，那一次有很多艺人嘛，包括阿山老师啊、思芬阿山老师，我们就一起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把它改名字，然后我自己也重新有改一些编曲和声跟唱歌，然后我希望每个人都是自己的 Superman、Superwoman。那我觉得也让大家不要忘记了，其实我其实是华语歌手、台语歌手出身。对，那也不要忘记了，我其实还有其他的创作，然后用这首歌再调整一下大家对我的印象。哲伟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字，如果是跟我们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你听到 A/B 面应该会很有情怀。糟糕了，应该会很乡愁。对，A/B 面已经不存在了。对啊，所以这次有很多歌，我也是按照这几年大家慢慢回去流行一些，譬如说 Y2K 啊、复古，就像上一张的芭比，我就在做复古舞曲嘛。那这张有些东西是延续，我想要做到极致，就像听听恋爱、慢慢爱这种编曲也好，什么就是 hook 也好，我就是要让它做到 Y2K 的极致。所以有很多 DJ 很妙，我跟你讲，我去上很多电台节目，大概38、40岁以上的，最爱的都是听听的 OI， 因为他们听到那个2000年前后的那个歌的感觉，对，就变成他们的爱歌哇！而且我当初在写的时候，我也是希望这首歌可以大家朗朗上口，就是那个副歌 hook 的部分，就是好记，然后我觉得这个策略还算蛮成功，就是拔辣的让人喜欢呢、对，就是因为一开始编曲不是这样，我跟编曲，我跟制作人说，不行，你会帮我多听，因为制作人年轻，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他们想的那个事，对，我就把2000年前后的一些作品、一些 reference 跟他说，我要的是这种，你连编曲像我很喜欢冰球乐团他们的东西也是大概都是做那个方向。那我这次听听我就说，我改一下编曲，我不要那么的。我不要那么前面的时尚，我们回到2000年那个连痛都要很像。就有吗？有，我有微微的笑了出来。对啊，你有笑哈，而且那个真的，而且我觉得我很庆幸的是，我唱歌这么多年来，你看我去上电视通告，陈哥郑国成还说，哲伟，哇，我认识你，你也出道25、26年，你声音怎么还可以这么的？没有坏掉，很干净。我说陈哥，谢谢你，没有烟酒嗓。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件事还蛮重要的，就是你可以 hold 住那个你要的感觉跟声音。我觉得这件事是歌手的责任啊。如果大家你听哲伟的音乐，你好奇的话，你可以回头听我之前访问他的节目，我贴给大家。对。然后你会发现他声音怎么没有什么落差。嗨，谢谢啊，谢谢俊杰。然后当然，如果是曾经年轻的时候在民歌餐厅混过的，你一定听到他的声音，你会觉得那也跟20几年前沙dam你差不多，这样就恐怖一个天山童姥连。谢谢。有没有开心？这样很开心哦，更开心。我跟你说，我记得因为我自己也是主持人嘛，我上次访那个谁，对，我怎么忘记了？苏尔珍，叫什么？苏明渊。我叫尔珍。老人还在记得他旧名字，因为我的同班同学的主打歌他写的。对，约定他写的，所以我们很早就认识。然后我上次访问他的时候，他也讲了一件事情，我也很感动。他说哲伟，我很好奇你这么多年来，你唱歌也是进步。他很明讲，他律师个性。他说，以前同班同学我不觉得你唱歌好听可是你这几年来，我听你不管是母语啦或华语，我觉得你唱歌变进步很多，而且差很多。我说被歌王夸奖，真的很高兴啊！毕竟他写主打歌给我们唱过。对，所以
哲伟这张专辑大家可以听听看很有意思，而且你会就我跟你讲，很像徐哲伟的有声书嘛对。然后呢，融合，然后但是有很多种曲风，是对。然后更重要的是，如果你3月28。选青年节够也没有啦，29才青年节29才青年节青年节前一天呐，前一天呐，嘿，一起跟徐哲伟过青年节啦，真的啦，大家一起来年轻一下啦。然后在那个大河岸是，然后售票系统是 KKTix， 然后如果你喜欢哲伟的歌，你可以上他的粉专，你跟他回馈一下，是，这个人很需要人家回馈俊杰太懂我了，我非常需要，你有回馈他，他心情会好。而且会好很久，对，会好很久，也松美腿啦。真的啦，我就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对，就是这样。当然你一定很难想象，他们这些人都在台上，然后为什么都会说没有自信？对，就是因为没有自信，才只好一直去台上找自信，是不是？是不是？你又懂我，再加1分，是不是？真的，像周星驰他们那种人，就是很有自信啊。所以他们就在台上直接搞笑就好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还要希望可以做到让大家可以更喜欢我们，对，所以欢迎大家把哲伟的歌听起来。那最后，你想要让大家听哪一首？好难，你自己决定。我自己决定吗？好，我要介绍这首歌叫《圣蒙你》。承蒙你就是谢谢的意思。这首歌是专辑里面最后收录的歌，也是我几乎要把它丢掉，就是我说算了，我重写好了。因为这首歌，第一个是我没有写过的曲风，第二个在这过程当中，因为要急着要把它做完，也不能说急着要做完，就是那个时间总是有时间压力啦。对，然后呢，制作人就说不行，这首歌一定要放在里面。然后我本来想象很多，我要找很多和声什么什么的，因为这首歌不是我擅长的曲子。先讲，我光在录音室我录最久，然后我要放弃，然后在玻璃幕前那个什么制作人在那边给我指挥，我没有这样唱过歌，我不会唱歌，然后到最后这首歌出来，我后面那些鬼吼鬼叫啦、阿德利布啊什么什么，然后我一直以为这首歌会大家不喜欢，可是这首歌竟然是有一些，譬如说像一凡啊那种，就是真的歌手，他们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可能在歌里听到我不一样的唱法，第二不自在。他说：“你就没有啊，这歌很难唱，但是你可以唱到让我觉得很自在。”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首歌赋予我不一样的意义。当然，因为我们也没听你这样唱过歌。对，没有听我这样唱过歌。然后那个时候，好了，我坦白说啊，那时候是已经要放弃了。制作人说：“我不管你了，我现在把灯关掉，我也不会叫你怎么唱，我就放了，你就唱，你要爱上你就唱什么。”他也要生气。然后我就后面就乱唱，也不能说乱唱了，应该我就是照着我的感觉唱。唱完以后，我只看到制作人给我比2个大拇指，我说：“真的吗？真的吗？”就真的mix down 完之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然后那个合音的我自己，你知道慧茹老师吗？知道。慧茹老师，你知道他是合音老师，他每次他很喜欢听我唱歌，可是我也会很害怕说这么专业的老师听我自己和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他听完跟我说：“我说老师，我这次没有钱请你。”就讲到这样，他说他一听完，他说：“你不用请我。”他说：“哲伟你很屌，你那个假音啊可以，那个痛是对的，而且你合出来。”我觉得这首歌的厚度跟层次都有了，你不需要别的合音我就觉得重。然后这首歌也是，我觉得用我自己合音，我就说那很像是我对每一个人的感谢。我谢谢俊杰，谢谢美贤，谢谢很多，不管是不是主持人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那个每一句的谢谢都适合每一个人，它都是叠起来的。就是谢谢大家。所以歌名叫做《圣蒙你》。我们来听这首歌。然后也祝福哲伟继续让自己越来越有自信。谢谢俊杰，加油咯！谢谢咯！谢谢哲伟接受我的访问，然后也希望哲伟的演唱会能够顺利。创作人在创作的过程有很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大脑的运转应该是觉得很好玩吧。那这些歌曲你听了喜欢，邀请你可以上徐哲伟的粉丝专页或他 IG 把他支持起来，然后给他一些回馈，对于创作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邀请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节目都会留下一则贴文哦，你可以在上面留言给我，跟我分享你的心情，同时也邀请大家，你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帮我按评分5颗星，或者把我的节目介绍给更多人。如果你一定要在平台上留言给我的话呢，因为太多平台了，我要拜托大家没有办法每一个地方去海巡，麻烦你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在那个 Mr. Bus 底下留言给我都好哦。祝福大家，谢谢这位。换天个世界总给皮，什么意义？一天个世界总来给人去。什么意义？为了吹退散漫时的汗水。什么意义？天爱领的酸腐给迷信。什么意义？不来空了情的道路转移。什么意义？总来个在，但唔会多水。什么意义？最后的时间不爱一笔水。什么意义？多几个时间，加多一生命。什么意义？什么意义？换天个时间，总来给皮。什么意义？一天个时间。